好，来继续来看，云林县政府推广到高龄数位学习的课程，要来教长辈者使用电脑甲各种的应用程式，希望透过这个课程，让长辈时代会当快速了解到多元社会资讯，扭近甲少年人甲孙仔辈的距离。 云林鸟比员工是云林的万事通，原来各种的消息，亲像商品的拍折，也是注文、注预防车等等，好老大人加正方便。我现在用起来啊，就是我们可以很快就了解到云林县啊，我们可以进入到里面看看有什么活动啊。我真的是很需要。 对一寡老大人来讲，用这个网络确实有影较困难。不过，今卖时代若是无这个智慧科技使用能力，真侪代志拢唔知影。因为安尼，云林县政府目前正积极推展高龄数位的学习课程。学云林的扭币，然后让他们认上云林扭币里面的内容，跟让他们知道说，扭币可能跟一些政府的网页有互通啊。然后它不仅是可以利用那些网页，更认知我们目前云林有推动哪些东西。 同时，透过平板耍游戏的方式，除了会使提升老大人对现代科技的了解程度，更加会使促进这老大人甲厝边隔壁的感情。